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中编作，人工出版社出版、录音、发行。第二课米一麻痹二味道三无花果四买卖买卖五母亲母亲六明朗七埋怨八庙公九问题十问起11无无明12藐视13满分14骂人15味素16武功17眠床18无仔19晚安20无彩工21无烦22文化23美洲24庙事25面貌26面梦27网虫28万水果29万千30命令第二课米一麻痹二味道三无花果四买卖买卖五母亲母亲六明朗七埋怨八庙公九问题10问起11无无明12藐视13满分14骂人15味素16武功17眠床18无仔19晚安20无彩工21无烦22文化23美洲24庙事25面貌26面梦27网虫28万水果29万千30命令